比如说，在泰国与越南，佛教传统与一贯道教义的就是佛教元素可以相同，是比较容易接受修道及吃素，就是素食等文化。在美国南部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大家叫它这个圣经带，极强烈的末世论容易与一贯道所谈的三系末节产生共鸣。在西欧，尽管世俗化，但近年来佛教提供太极拳素食受到重视，形成文化亲和力。这些因素都是有利的宗教生态。第二个因素就是有利的历史延续性。例如在越南与泰国，早有先贤道、德教等华人宗教组织建立的基础机构，有一个阐述的传统，就是说通过附记所写的书，就是为一贯道先写或延续其脉络提供便利。当地信众在接触一贯道时，能更容易了解或接受类似的宗教事件。但以上仅是辅助，真正影响成功的还是下一步，如何吸引新道亲加入，这是现在我要讨论的一部分。一贯道以普度众生，是人人得以返归无生老母的理念为使命，因此扩展极其重要。接下来我要介绍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几项最主要的修道因素。第一个因素，最关键的可能的因素，就是强调道与教的区别。这是我们通过很多田野调查就是很容易发现的，就是道与教的区别，就是让一贯道得以跨越文化界限，吸引各宗教背景者的核心因素。道与教